班班有冷气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包含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电力系统的改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冷气的装置。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能源管理系统，简称 EMS， 来控管整个学校它的一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改善，在新设的部分，在去年底我们整个都已经完工。那冷气的装置呢，也在去年底呢整个装置完成。接下来我们包括这个 EMS 的装置呢，那么也在2月份呢这整个装置完成。所以包含冷气，还有呢 EMS， 它需要去做测试。那我们第1阶段的测试呢，也已经都完成。早期的粉笔，你看我们老师都一边擦黑板，一边要做这个动作，就是又会有灰尘。我们将来吹冷气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空间，它会浇出我们的粉笔灰的，伤害我们孩子的肺部的健康，还有老师的健康。那这种水溶性的水擦粉笔呢，它很特别的是，它要用抹布沾水去擦拭黑板，它擦完黑板还是湿的。但是粉笔可以马上继续写，而且它的显色度跟书写的流利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在将来冷气开放使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面，老师在擦黑板的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粉尘。他写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沾水的那个板擦把它擦掉，然后再立刻写上去，而且我们在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粉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班班有冷气，院长的一个给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一个好的礼物，这点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冷气不是说去买一台冷气在教室里装就好了，就如同我们要自来水，不是买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墙壁一插就有自来水，中间有多少管线工程，中间有多少的配电工程，这中间尤其学校是一个大的团体哦，那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现在的情形已经布建的差不多了哈，已经设置了差不多了。那现在正在处在测试的阶段，冷气测试能源管理系统 EMS 也在测试中哦。那目前初步测试的状况是还好。那还有一个配合班班有冷气的部分哈，我们是有水擦粉笔。什么叫水擦粉笔？以前的报纸以前的黑板擦一下都会有粉尘，好，那在密闭空间里面，冷气一开，那粉尘都跑不掉，对孩子的这个肺部不是很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擦粉笔，就是不会产生粉笔屑的这个黑板。那这样是配合班班有冷气，在冷气房里面用安全干净的这个粉笔跟黑板来保障老师跟同学的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4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由文化甲观光旅游局业务报告甲质询。伫咧文化局方面，议员以华内糖厂打造观光影视片场为例，关心安南区天马电台的开发进度。对此，文化局回应，目前已经有厂商洽询，等待都委会审查通过，就会当公开招商。议员唐品湖以台湾史诗巨片《斯卡罗》伫咧台南所留的片场景观，虽然现场看起来并无像影片中遮尔丰富，不过相对的带动观光。对此，以安南区天马电台为例，询问相关的开发进度，目前等待都委会审查，就会用公开招商。天马电台那像拢无啥进度，就这部分局长，你跟您报告，议员很关心。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已经有潜在的厂商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来。那目前我们在做细部变更，都发局也很帮忙。那我们也在地方准备要再开，已经开过2次的公听会了。那都发局会再开1次，那接着就会送到都委会来审查。审查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来做公告招商。
好，所以这个时程大概在6月中左右，应该就会正式来上网公告。另外，有关中西区新图书馆，虽然目前古迹的修复已经完成，目前等待内部的整修发包。议员希望是毋是会用伫今年暑假进前来完工启用？对此文化局回应，上紧可能要伫暑假中8月才会用完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伫咧观光旅游局方面，因为4月底5月初，台南市伫虎头埤举办5月音乐节，预计会吸引到真侪民众到现场参加。对此，议员呼吁，因为新冠疫情本土病例愈来愈多，提醒市府应该要加强防疫措施。台南5月音乐季的活动将伫即个拜六礼拜2天，伫个新化虎头埤来登场。不过，伫个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哪来哪严重的状况，议员陈碧玉呼吁观光旅游局要加强防疫。我们在虎头埤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举办了一个台南5月音乐季嘛？是。这个5月音乐季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哈，差不多已经迈入了第21届了。是。那现在刚好遇到疫情的这一个阶段呢，那这个五月的一个音乐季，我不知道局长说那个入园呐，就是入园的这一些民众要参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防疫的一个宣导，或者是防疫的一个措施？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举办这个，也感谢议员还有这个市长出席哦。我们举办了这个记者会那记者会上呢，其实我们也有跟民众做一个宣导。那5月音乐季呢，它最特别的就是，其实它的场域是在我们这个虎头埤的露营区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草坪那里。所以过去的经验就是民众会带着野餐垫，一个家族这样四散在树荫下，它并不会聚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音乐节那样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其实在户外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啦，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应该跟民众提醒一下，应该说不要太聚集，然后不要再一起群聚。是。另外，有关民宿的发展，会长毛议员建议，应该调向各区有无同的发展。但碍于民宿法的规定，目前只能伫偏远或者是非都市计划区来设立。至于其他区的部分，观光旅游局嘛回应，将研究找适合的法令，尽量辅导业者来合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北区今年一摆模范母亲表扬，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冲击，不过伫咧做好防疫规范甲各级民意代表的见证之下，典礼游玩顺利，会中拢总有表扬10位模范母亲，场面相当的温馨。北区公所每一档由各里里长推荐，拢会举办模范母亲表扬。今年疫情虽然愈来愈严重，不过伫严格遵守防疫要求，28号上午伫温馨感恩的气氛当中，嘛顺利来表扬10位模范母亲对家庭、对社会辛苦付出。伊些进前嘛，互囝儿来表达对母亲的爱。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感谢我的妈妈帮我们抚养长大谢谢妈妈。要不要抱一下？抱一下下就好。对，好，谢谢。今年所表扬的模范母亲，每一位不止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嘛关怀社会，互母爱延伸到社会，使人感动。表扬典礼当中，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甲参选人嘛踊跃出席，趁机会争取支持。同时见证母亲的伟大甲荣耀，场面盛大。今仔嘛真感谢啦，咱各里拢会使踊跃来推荐着这个模范母亲，而且嘛祝咱这模范母亲母亲节快乐。那上个主要呢，咱这边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我改变过去咱的迄个聚餐自助餐的形式，所以咱这边来这表扬除了咱满满的祝福咱这模范母亲以外呢，拢互咱参与的人来领着餐盒来返去厝来享用，安尼我想会使兼顾到咱这个防疫的需求，嘛会使达到咱来表扬这模范母亲的这个重大意义。以上感谢大家。咱这边咱北区拢总有10位模范母亲来接受了这个表扬。
这摆北区33里所推荐的10位模范母亲，其中华德里同吴行主嘛将代表北区前往市府接受表扬。台湾新闻军籍何秋芳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第63区议员定为民调初选，该区由议员参选人蔡立青摕到上冠军。为着要感谢支持者的爱护，蔡立青对顶礼拜展开谢票的活动。27号下晡，竞选团队来到福安路甲安和路口展开选舞的谢票，活力的舞蹈吸引着无少人的目光。调入这次台南市安南区市议员选举的参选人蔡立青，在民进党电话民调初选当中，以0.3163的分数摕下该区上冠支持。为感谢选民疼惜，蔡立青自顶礼拜就开始展开谢票行程。27日下晡，蔡立青美女助选团特别来到福安路，用活力的舞蹈感谢大家支持。蔡立青，感谢你，谢谢大家。立青是新人哈，在安南区没有基本盘，所以在初选得到好成绩，就表示说有非常多的安南区的市民朋友，很支持立青，那才有办法得到这个成绩。所以呢，这1个礼拜以来都是不停的在扫街谢票，包括之前做的我们的啦啦队谢票也要，脚踏车队谢票也要，就是用比较全面的方式来感谢所有安南区，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庄脚基本盘在哪里。那这样有这么好成绩，表示大家都是很认同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全面的来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新人。这次安南区呢，给新人一个机会，留一席空间给新人。虽然是新人，在安南区无基本盘，不过因为蔡立青是出生在安南区，做人客气又阁有能力，一出来选举就得到袂少选民的信任佮期待。演出必行啊，嘿，迄个讲会到做会到，嘿，因为民调伊的初选就对啊，嘿，有照实行来行。你有甲支持吗？有啊，有吼，阮迄个拢嘛支持伊啊，系啊，伊安南区人，我知影迄土城遐人。除了这次伫福安路的谢票行程，27日上午7点，伫安明路甲本田路口。同款嘛有一场三五谢票活动，市议员参选人蔡立青希望大家伫年底的选举会当继续栽培，互新人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110学年度公立甲非营利幼儿园新生入园登记伫咧26号完成，28号上午伫咧学前国小来进行电脑抽签的直播。台南市长黄惠铁一直以来拢非常的重视囡仔的教育课题，特别伫咧一透早嘛来到会场，亲自来启动电脑抽签的仪式。教育局的努力之下，台南市110学年度的公立幼儿园增加42班691个人次。非营利幼儿园的部分增加2班60个人次，预计伫咧今年录取率嘛会突破8成。26号上午，市长会特别来到协进国小，来进行公立甲非营利幼儿园的新生抽签启动仪式，期盼家长拢会当抽到心目中的学校。如果过去维持在人工抽签，会变成非常混乱，人为有时候容易疏失，会弄错。但是交给电脑，把那些优先顺序1到52这样排清楚，然后你家长是，譬如说你孩子是几岁，你是什么，一填，然后电脑就帮你分类，分类之后抽签，这个优先顺序就出来。所以说，然后电脑也滚头刀，但是有些复杂的事情，我们让这样子的科技去帮我们处理，一方面公正，一方面也比较避免人为的出错。那今天又有黄律师在这边。见证，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在我们孩子的进入教育体系的第一步，能够走得稳，然后能够走得顺畅。公立幼儿园对110学年度开始，全市拢使用电脑抽签。非营利幼儿园的部分，伫咧今年甲抽签的作业改成电脑化。110学年度有9间非营利幼儿园申请电脑化的招生作业。
除了会当减轻老师甲家长的工作量，伫咧疫情严重的状况之下，慢慢佮大家齐做伙来等候抽签的结果，直接透过线顶就会当来查询，互台南市的家长增加经济方便性。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5月佮要开始报税啊！今年的综合所得税的申报，同款有人工的柜台，透过网络甲手机啊等6种方式。其中用手机啊结合行动电话认证服务来申报，上新嘛是上紧。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嘛召开记者会宣传，同时提出6大报税减免的好康来甲民众报详知。财政部第110年推出综合所得税用手机啊申报服务以后，全国有84万户响应，评价真好。所以今年个升级到 2.0 有编辑的功能，所以包括采用亲属等申报资料，拢会当伫线顶修改，相当方便。109年度，如果你是采用凭证或者是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登录。回复，然后又不是到国税局来完成申报的，我们会寄发邮件。如果你又留有手机号码的，我们就以简讯来通知。好，那如果你要来查掉所得跟扣除的资料，从4月28号就可以开始喽。那5月1号，劳动节适逢礼拜天，要提醒大家，我们没有上班哈。所以我们中午加班收件的日期有5月2号、5月25到27，还有5月30、5月31。那5月31号当天呢，我们延长收件到晚上的7点。好，那手机报税2.0的功能大大提升哈，要告诉我们的民众，手机报税2.0，它可以编修家户成员还有所得及扣除额资料，还新增了行动支付跟电子支付的缴税方式。佮到了报税规则，今年同款有真侪更新变化，有啥物减免会当省？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嘛整理6大报税小撇步，互纳税人一摆掌握。一个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费用从18.2万元调增到19.2万元。第二个，政府发放的5倍振兴券是免税的。还有第三，政府发放的疫情相关补助也是免税的。第四，如果你是医事人员呢，就按你的收入的按部班的费用率标准加成117.5%来计算你的费用。那么药师的部分呢，你的健保收入的费用是由94%提高到97%。如果你是有房子出租给这个领有政府的租金补贴的公益出租人或者是社会住宅使用的，从110年6月1号开始，每一个月的租金收入免税额度从1万元提高到1.5万元。好，所以一定要记得。最后一项就是，如果你是军公教或者是政务人员，那么你所缴付的退抚基金或者是自提储金，从110年1月1号开始，不会计入你提缴年度的薪资收入来课税，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如果你是在家用手机还有网络报税，或者是使用智慧依化的缴税功能完成申报的，那么我们可以参加抽奖。我们最大的奖项是5万元哦，请大家不要错过，记得在家用手机跟网络完成报税才有资格。今日报税维持5月1号到5月31号，只是5月1号是劳动节休假，而且万一有疫情影响，中央会统一来调整。另外，民众若要查询所得税甲扣除资料服务，今年4月2日开始就当提醒大家注意。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芳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动结合在校生活的美感，教育能力课程，台南市争取到教育部美感生活学习地图的实验计划，110项年度补助3间学校，每校25万，提供跨领域的课程，结合在地生态特色。自龙国小校长陈俊顺协同老师做伙到现场来甲大家分享学习课程的内容。108年的新课纲强调素养教育的养成，台南市积极培养囡仔艺术甲美感素养，透过艺术的方式，让囡仔来探索生活周围，并用心体会，借此来刺激因的创作力甲思考的能力。一摆甲生活结合到课程当中，透过学习地图的课程来转化，引导学生系统性的来思考并解决问题。
其实台南市对于这个美感生活学习的部分不遗余力啦哈。那我们有3个学校，分别是我们台南市的子龙国小、土城国小，那以及我们的中山国中，他们都在今年获得教育部补助，我们美感生活学习地图的部分专案，每个学校有25万。那事实上全国也才20个学校。那这个专案最特别的点是落实在课程里面。那其实我们在做美感的相关的计划，有些时候会让孩子到其他的户外的美感的馆所来做这个学习，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现在反而要转向回到学校的内部的环境里面来。那我们也特别今天邀请我们子龙国小，那他们是做鸟语花香的一个专案，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作品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啦哈，是以我们的木作的一些方式来呈现学校里面的情境的改造。那在课程上也非常的落实在学生的师生的互动上面。那这个充分可以体现我们局长、我们市长对于我们整个教育政策，希望能够让孩子得到这个美学创思力这个部分的一个精进跟成长。子龙国小透过鸟语花香来和学生亲自动手学习，透过确立的学习课程，对学生的世界来发现问题，并让因知影爱对生命的尊重，甲问题导向学习的方式来引入生活美感，来让学生经过精进的思考，建立学习的目标来达到自我挑战甲实现。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科技的进步加上最近几档新冠疫情的影响，愈来愈少人会使用手写批来传达思念甲祝福。台南市感谢有您爱家传真情来到第11档，鼓励大家多多参与。市长会特召开记者会，鼓励市民朋友亲笔写卡片来寄予妈妈或者是厝内人，表达心中的祝福甲感谢。随着网络甲3C 产品的进步，过去用手写批的方式愈来愈少看到。台南市感谢有您爱家传真情的活动来到第11档。台南市长会特表示，母亲节阁要来到，为着要鼓励市民朋友甲学生会当亲手写卡片来送予妈妈或者是厝内人，会当透过安尼的方式来表达祝福佮有感谢。有人说这个现在已经有 email 了，现在有 line 了。现在有视讯了，有电话，干嘛还要再写这个？其实我跟写这个卡片，我跟各位报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就算是 LINE 你传一个梗图，跟传你用那个打字打说谢谢你，或者传一个梗图上面一个谢谢，对方的感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就算是电子的讯息，或者是你传一段声音，那种感受不一样。那你亲手所写的卡片。跟印好的卡片你签个名还是不一样，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感谢有你爱家传真的这个用意。因此呢，我想说非常感谢我们台南邮局协助我们一起来配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期待透过小朋友还有大朋友，还有包括家长跟老师，或者是小朋友跟老师，或者是小朋友对家长所表达的一个情谊，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能够这个再找到一回到我们过去的日子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相信在这一波疫情过后，还有这个整个乌俄战争过后，其实整个世界的风貌不一样，台湾也会不一样。经过了可能几十万人或上百万人的染疫，然后慢慢降低，然后社会恢复平静，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在跟疫情之前一定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我希望说，也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写卡片的一个活动，能够再次找回初心，找回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关爱关心的一个连结。记者会的现场邀请到三乡国小的方军正同学来到现场，来分享写予亲像朋友一般的爸爸的卡片内容。方爸爸嘛带着方妈妈，还有方同学阿兄做伙来到记者会的现场。方爸爸伫咧知影有卡片手写的活动的时阵，
嘛主动写卡片来感谢疫情期间辛苦规划是心教的教育部同仁甲老师。最后，市长甲教育局长郑兴辉嘛，甲收集到的卡片投入去油桶仔内面。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8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刘品言，咱再会。